早起看世界来关心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小战，上界可能呢就是百姓。住伫加沙走廊巴勒斯坦的囡仔，因为战争拢无法度过囡仔时无还无落的日子。即马有一阵巴勒斯坦的艺术家去互以色列轰炸过的厝顶头创作画图，画出战争的苦难。 真侪民众有大人嘛有囡仔，走来这个互炸弹蹦甲脆鼓鼓的所在，要来遮看一场非常特别的艺术展览。一阵巴勒斯坦的艺术家就选伫加沙走廊的城市戴尔拜莱赫，这个受到以色列炮火攻击的所在，伫已经炸坏的厝的壁顶，也是条仔顶头画图进行艺术创作。 هدفنا ورسالتنا نظهر للعالم كله إنه إحنا من مكان الركام دمار بنقدر نوصل رسالة بلوحة فنية طبعا بتعبر عن معاناتنا معاناة شعبنا. 重新倒来家己的厝，看到规涂骹的阿摩头碎片，佮看到壁顶画的这幅图，厝的主人阿贝迪心内非常感慨。 الصورة هذه موجودة في نفس المكان اللي كانوا أطفالي متواجدين فيه واللي بيتواجدوا فيه والحمد لله إنهم ما انصابوا بمكروه. 这场艺术展览的主题，合作去互占领毁掉的囡仔时代。艺术家创作的壁画当中，有受伤流目屎的查甫囡仔，有甲伊的红仔的面暗掉的眼神真惊吓的查某囡仔，嘛有一个查甫囡仔的天才雕像，手提一张伫炮火之下死去的囡仔的相片。因为展览的场所就是受到炮火攻击的现场，互参观的人更较会当感受到迄种残酷。 但是对所有受害者甲因的家属来讲，炮火所造成的伤害，恐惊是任何艺术作品拢无法度完全表达的。记者甘恩编译。